甲咱的身体健康真要紧的大代志，要来讲台湾带着4型肝炎的人，大约有45万人，其中有7成到8成会转做慢性的死肝。若是治疗了无好势，刷落来就会变做肝硬化，甚至是肝癌。所以，若有慢性的这个4型肝炎，袂当拖，一定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。 每6个受检民众就有1位的肝出了问题。台湾人吃得太好，脂肪肝容易找上身，长期下来可能进展为肝炎。台湾每年有超过11000人诊断出肝癌。肝病被认为是台湾的国病，严重为也个恶化做肝癌。除了一般人知影 A 型肝炎、甲 B 型肝炎、C 型肝炎上心，嘛经常被疏忽，但是伊杀伤力另一大意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世界罹患 C 型肝炎的人数大约有7100万人，而在台湾呢，大约有40到60万名的 C 型肝炎患者，是国人肝癌的第2大杀手。而其中包含澎湖、苗栗以及云嘉南高等等部分乡镇，感染率更是高达了25%，远高于全国平均的4%。调查显示，台湾4型肝炎风险占社区前10名。 包含苗栗县湾里镇、台中市后里区、云林县湾中乡、嘉义县基德乡、高雄市主管区、云林县丹西乡、仑背乡、麦寮乡、甲嘉义市东西区。早期医疗资源贫乏，部分医疗器材只有用酒精消毒，甚至也会共用针头，致使死肝病毒渐渐扩散。不管是放血还是打针的那个管路，它没有换，经由那个针头回流到管路。 所以你管路上面是污染的，你还是会经由这里来传染。保庇天后王彩华20几档前的健康检查，发现家己治疗死肝，安怎嘛想袂到，竟然是这个原因。其实那时候我吓一跳，我想哈，为什么会有吸肝？然后医生讲说，可能就是举例以前我很爱穿耳洞，对，穿耳洞有可能去感染。 当时担心用传统的干酵素会产生副作用，影响工作，因此无积极的治疗，一直到今年初，健保全面开放，康复新药，才短8礼拜，但讲拢好啊。没有不舒服，然后在追踪3个月，我的吸肝病毒完全都没有了。其实因为肝是一个沉默的器官，其实当你很严重痛的时候，都已经末期了。 死肝传播管道宽，正鱼啊、车子迄只家具消毒无清气，拢可能间接传染。伫台湾每当大约7000人死伫肝癌，其中2成到3成就是由死肝引起的。 那么质子治疗的好处呢？第一个是能够降低副作用，再来是能够提升病患在治疗后的生活品质，其次呢是能够增加肿瘤的剂量，提高治愈率。质子治疗很像一个深水炸弹，到达你要治疗的部位的时候，它才把所有的能量释放出来。 大型等式机构不断的运送质子，进入人体了后，就亲像一支尖尖的手术刀划进病人的体内。 待会过程中都没有感觉，那保持放轻松的心情。精准集中高剂量，对着接受无定性的治疗，致使肝脏缩小癌症病患成效相当明显。尽量不伤到正常的肝细胞，然后去将癌细胞把它杀掉。所以等于做完质子以后，那个肿瘤原来所在的位置就会空掉。根据统计，台湾的肝癌患者9成拢甲美肝、死肝有关系。要预防肝炎的恶化，除了主动体检、积极就医，病情转好了后，也该持续追踪，掌握治疗的黄金期。